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康之家，我係小康，投資可以好輕鬆，你的資產你掌控。今日我哋就講物業活化。我平時嘅工作咧，主要其實都同物業活化相關嘅，幫一啲業主做資產規劃。咁所以咧，今日我哋就講呢個 topic 先。咁嚟緊都會好多針對物業活化嘅細節咧，逐一咁樣拆解，分開好多唔同嘅集數咁樣嘅。咁物業活化咧，通常咧喺譬如 Facebook 而家都好多廣告嘅，你會見到嘅內容咧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個，就係自住物業有租收啦，提早完成按揭、雙倍租金甚至乎六折供樓咁樣嘅。咁其實到底物業活化係拎業主層樓搞啲乜嘢咧？咁今日咧，我哋簡單用5分鐘去拆解。嗱，呢啲咧係一啲物業活化嘅廣告 sample 嚟嘅，其實大家可能喺 Facebook 都見過㗎啦。咁你會見到入邊嘅字眼咧，都係差唔多嘅。自住物業有租收啦，收租物業可以收多份，跟住自製年金咁樣。咁右手邊嗰個咧，其實類似嘅個內容都類似唔使用1分1毫，咁就可以賺取樓價升幅之餘，仲有額外嘅穩定收入，亦都係自住物業有租收啦，可以縮短供款年期5到10年咁樣甚至乎居屋變私樓咁樣。咁而呢個咧，其實都係物業活化嚟嘅，不過佢改咗個名叫業主關愛計劃，其實名嚟嘅啫。你見佢入邊內容咧，都係一樣嘅，減少現有供款，自住物業有租收，現金套現無需還款，出租物業雙倍租金。其實所有物業活化呢啲唔同嘅效果都好啦，其實簡單一句講，個原理係啲乜嘢咧？其實就係攞業主層樓去銀行按揭借錢，借完啲錢之後就買嘢賺息差，其實就係咁簡單，借錢買嘢賺息差。咁當然啦，頭先講緊嗰啲效果好誇張㗎嘛，六折供樓雙倍租金誒提早5到10年供完層樓嗱，其實咧就高風險高回報嘅。最尾有幾多回報，其實就視乎你最尾揀咗啲咩產品嚟買。即係你買啲好 high risk 嘅嘢，好高風險嘅嘢，甚至乎3倍租金都有機會嘅。咁但係風險咪大好多咯。咁樣好啦，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個底層邏輯 work 唔 work 咧？到底有啲咩風險咧？除咗你將啲錢借出嚟買啲咩之外，其實按揭條款都係一個關鍵嚟嘅。咁但係香港其實按揭條款咧，係好正嘅，好抵，而且係好適合做物業活化。點解我咁樣講咧？今年其實上年開始㗎啦，係好罕有咁樣咧，有3間銀行推出咗定息按揭，咁係定2.73%嘅，可以3年，可以5年啦。咁變咗就係呢3到5年入邊咧，你唔需要擔心加息㗎啦。總之就固定咗2.73。咁如果我可以揾到啲計劃，係保證有2.73以上嘅，其實我就賺硬佢噶啦。咁而確實唔難揾嘅喎，因為你喺銀行做個定期都可能有3%，仲未計你而家做按揭喺香港係有現金回贈嘅喎，係咪先？可能你嘅淨利息成本計埋現金回贈，連2厘73都唔使。好啦。咁變咗我哋有啲咩嘢3% 以上回報嘅選擇咧？嗱，我分開咗兩類先。第一類就係保證收益，另一類就非保證啦。咁保證嗰啲咧，多數我啲客咧，或者我啲 friend 啦，都係買債券為主嘅，或者一啲短期保單，再保證啲美金定期或者係存款證都可以。咁個回報率咧，咁就 around 最低就通常定期左右啦，就3厘左右。去到最高，保單或者債券啦，咁4到5%左右。咁其實你會見到其實都容易賺到個息差係有1、2厘息差咁樣嘅。咁而且呢啲保證收益嘅工具咧，其實偏短期㗎。即係美國債券你唔係叫你買30年嗰啲，你可以買2年期、5年期，配合翻你按揭定息個年期，咁就保證回報加固定按揭成本，咁去賺一個差唔多係保證固定嘅息差咯，咁樣。咁非保證嗰啲咧就高風險高回報啦，每月派息基金噶啦，主要都係。
咁當然仲有而家好興嘅一啲 ETF 或者叫 cover call ETF 都有嚇，都係 high risk high return 啦。咁5到8厘嘅 general，甚至乎更高嘅都有。好啦，咁其實咧呢度提一提大家啦，風險咧係唔能夠避免或者消除嘅，即係除非你乜都唔做，因為講緊基金係一定係有機會下跌噶嘛，就算你買債券，美國又好，港鐵又好，咁都有個違約風險嘅，只不過係多定少嘅啫。咁但係你可以預計同控制嘅，預計意思係咩咧？即係你買完嗰樣嘢，你要知道佢有機會發生啲咩事先，即係譬如你買美國債券。咁美國國庫債券個風險咩情況你會輸錢咧？就係佢破產咯，佢唔認數咯，又或者佢未到期嘅時候，咁有加減息會令到嗰個債價升跌噶嘛，咁你提早將佢賣去市場，有機會輸嘅。你要知道呢樣嘢，而控制就係乜嘢咧？萬一呢樣嘢發生，你可唔可以承受到先？咁樣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你有能力認知未來有機會發生啲咩風險，同埋有適當嘅風險承受能力咧，咁你就有足夠嘅能力去賺嗰啲回報咯。咁每個人都唔同嘅。好啦，咁咧投資同按揭咧係涉及風險嘅，即係還得到先好借啦。咁大家咧就去諮詢你哋嘅獨立理財顧問啦。嗱，下一集咧我哋就真係會由保證嘅產品啦，或者叫金融工具啦，到非保證咧，逐一去用一啲實際嘅個案講俾大家聽嘅。咁由保證收益嗰邊5年賺40萬，到做一啲非保證，甚至乎做埋 leverage，做埋3倍融資槓桿，8年就賺到400萬嘅 case 都有。咁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。咁咧就 subscribe 就唔好 miss 咗未來每一集嘅內容啦。如果大家覺得個內容係幫到你嘅，或者係值得分享嘅，咁就麻煩俾個 like 啦，同埋分享出去。好啦，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